在我们玉树有一句流传千古的老话：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着我们玉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舞步，来感受我们那里的独特生活写照。有请各位舞蹈老师，有请。
爱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朋友们，玉树是总书记牵挂的地方，是承载着我们全国人民无疆大爱的感恩之城。希望我们从成都出发，沿着川青藏中线，共同感受来自大美江源玉树的独特魅力，去共同感受承载着中华文明相互交融、相互共享、共享荣光的发展之路。情缘自此始，山河从此去。山总水源，大美青海，江源玉树，欢迎您！山在玉树。玉树呢，天下书记已经定义，肯定动，先看到我3018些，家用萌萌气，容他面部，简单天波雄文，中气地就业，健康动，简单养你先生，容这个也能查克动，前送拉等你，年纪49些不，上本领地图啥我的。左边有劳动，后边拿郎呢，大等公就成功啦，谁都300岁的月，就不能吧？聪明天气玉树科技，健康有活动，坚定天助天际，成都的长久从等的，大大很少错不过你，热热外的，有家充满了，天气气多动，一马安村大用，全国玉树的让我们大宋妈千年落家，感谢嘞。Dear friends, on behalf of Yushu, I hereby extend a sincere welcome to Yushu. Let us follow the road set foot on the Qinghai-Sichuan Tibet Central Route, a road that bears the witness of shared glory of Chinese nation. Let us follow the three rivers upstream, the birth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mbark on the pursuit of the soul of the journey. Today, welcome to Yushu Ecotourism Agriculture Products Chengdu Promotion Conference has come to a successful end. Goodbye for now and see you next time.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青海省玉树州生态旅游和有机农畜产品成都推介会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我们玉树不见不散。希望各位领导来宾在成都工作顺利，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再见。江在玉树，看那古